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一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几个房企的消息。12月11号这个重庆建工集团发布关于盘活资产展公告。根据他的公告说因恒大系企业以其开发的住宅、商业和车位等资产抵偿对公司的工程欠款，经与公司合作的供应商友好协商，公司将前述抵债资产转给供应商，用于偿还对供应商的相关欠款。除前期已披露的债务重组事项外，公司新发生与恒大企业抵债资产相关债务重组成交金额合计1768万元。重庆建工表示上述累计债务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升资金周转及运营效率。经初步测算，盘活以上资产产生债务重组收益349万元。新京报报道这个新闻说明什么呢？说明恒大暴雷以后标志这个房地产走下坡路，房地产开始衰退了3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现实。你看这个重庆建工它很显然是一个施工企业，那恒大的很多这个项目恐怕是由重庆建工去施工的，恒大给不了他钱，拿房子拿车位给这个重庆建工顶账。重庆建工他也有下游企业他也有供应商他也有包工这个施工队他拿不到钱，他也没钱给下面结。那恒大把房子抵给他，把车位抵给他，他就把恒大的房子和车位再抵给下面的供应商。假设一套房子是100万市价，那顶给重庆建工是多少钱呢？重庆建工再顶给下面的供应商是多少钱呢？下面的供应商要这房子干啥呢？他又得顶出去，因为他还有他的供应商。100万的房子顶给重庆建工恐怕就变成80万，重庆建工再顶出去恐怕就是60万。每个环节少一点，到最后谁拿着这房子虽然也亏一点，但是好歹不是他一个人亏他也能接受。这个就像极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三角债。我记得当时三角债我是参与的，一个特殊原因我是亲自去跟随这个一个国企到另外一个国企去要账，然后去拿回来的就是应该是一辆桑塔纳轿车。那个桑塔纳轿车是从新疆的一个企业顶到山东，顶账顶到山东，从山东又顶到一个什么地方，连过户手续都没办，就这个车放在那儿，看上去像七成新。那玩意儿就是顶账的，全国顶，你要你把车开走。你看看恒大的房子也就变成了顶账的。关键这房子它不是钱它最后落到谁手上？因为大家要的都是钱，不是房子。要钱给员工发工资对吧？要钱还银行贷款你把房子还给银行，银行也不要最后接盘的是谁？他为什么接盘？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有总比没有强。你要回来一点，总比啥也没要回来强。我们再看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无锡之房企将自持房源出租。美金 AI 快讯说，据无锡发布官微消息，江苏省无锡市政府12月10日召开全市房地产市场稳投资促消费工作推进会，活跃租赁市场，支持国有企业率先开展房屋租赁业务，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将自持房源向社会出租，形成住房租赁市场、销售市场统筹并重、协调发展良好格局。这个新闻说明开发商的房子还是卖不掉，卖不掉了他才租你想开发商就把这个新房子他手上的房子他租，那以后还卖给谁呢？所以这个挺有意思你看上去好像是盘活资产，对吧？开发商的房子空在那儿也空着，有的房子本身精装修，你拎包入住，如其让它空着，不是允许开发商把这房子租了有现金流回来解决开发商的困境。但问题就是，那你这房子以后会卖给谁？你是当二手房卖还是当一手房卖？你从那个过户来看，它还是一手房呢，但是你要从使用来说，它就是二手房。为什么出此下策？那只能说明这房子卖不掉嘛，没有办法，不能眼看着开发商倒下去给他找条活路。现在地方政府不是拿到这个银行贷款了吗？可以把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收了，然后做保障房出租为什么政府不把开发商的房子收了呢？让开发商自己出租呢？这就说明很多专家开的这个药方不受地方政府欢迎，对吧？支持房企自己出租。我们再看看这个商铺目前是什么情况？咱们经常看的是住宅楼、商品房，咱们今天看看这个商铺，一铺养三代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他说租金从最高30万
跌至1万元。昔日华中最大批发市场陷困境，业主自救能否成功？他这个说的是武汉万山广场，这个广场啊是20世纪90年代初建的，曾经啊是华中区最大的品牌服装批发市场，现在经营不下去，租不出去啊，业主们成立业委会进行自救。12月11日，记者致电物业，工作人员称不会阻止成立业委会，但规避了物业管理费等问题。律师称啊，业主认为物业费与服务水平不匹配，可发函要求整改。这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叫陈荣浩报道的啊，他说啊，8天之后，也就是12月19号，武汉万山白马服装交易中心市场，又名啊叫华中万山广场，业主大会就将召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万山广场始建于1993年，1996年通过验收投入使用，已营业28年。该项目为地面9层商厦，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是武汉市汉正街标志性建筑，大名鼎鼎啊，汉正街，而且是地标性建筑，你就知道啊，这个万山广场曾经的辉煌，那肯定是一铺难求啊。但如今商场的经营状况与以前相比，已经今非昔比了。不仅缺乏有效的商业运营，而且高昂的物业费与实际的物业服务也完全不匹配，转让店铺的商家也越来越多。根据这个万山广场业主高杰介绍啊，他说按照部分业主们的打算，你通过成立业委会的方式自救，首先拿回业主们的自主权，然后再通过重新规划、重新装修、重新招商方式改变万山广场的现状。目前万山广场大部分商铺都卖掉了，不过1楼还有部分门面在开发商和物业那边，也就是这个楼啊，既有小业主的部分，也有开发商的，还有物业的。那你说说这个叫多乱吧？公开信息显示啊，20年前的2004年，万山广场120平方米的商铺年租金高达55万元，足以彰显市场的火爆程度及其在服装批发领域的王者地位。这里也一度成为华中地区服装潮流的引领者和风向标，成为众多商家青睐的梦开始的地方。以前高峰时，万山广场70到80平米的商铺一年租金大概可以达到20万至30万元，而现在商铺的年租金已掉到了1万元水平，从20万掉到1万。这个万山广场1楼主要是做服装零售，一般当地的中老年人逛的比较多。5楼、6楼有许多做电商的，因为商铺租金比较便宜，被一些电商租下来当仓库用。一位武汉当地人士向美经记者介绍说，万山广场的没落是电商冲击、市场竞争以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电商蓬勃发展后，过往传统的实体批发市场客流量大幅减少。此外，万山广场周边众多服装批发市场竞争以及新兴商业体的崛起，进一步分流万山广场的客源和商户资源。当地从事房产中介工作的张志阳告诉美经记者，万山广场商铺户型面积多在40至135平方米，商铺价格差异比较大，一般1楼临外街的比较贵，单价能卖到2万多元，其他不临街的基本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这种临街小户型商铺租金一般每月2000至3000元，按季度支付。那些年租金1万元左右的，应该是高楼层不临街的商铺租金。张志阳给美经记者发来一套万山广场内街37平米的商铺信息，业主一口价29万元，折合单价约7837元每平米，实际上还是贵啊，一口价29万，买了之后你才知道你是买了个套，不是一铺旺三代，是一铺毁三代啊！面对目前的这个情况啊，这些万山广场的小业主啊，想自发的组织起来，要自救。据高杰介绍，万山广场将于2024年12月19日至2025年1月9日召开业主大会，每天投票时间9点半到12点。目前已经在公示处粘贴了候选人名单、议事规则和选举办法等公告信息。这个业主的计划啊，第一步成立业委会，拿回业主的自治权，之后再对商铺重新规划、重新装修、
重新招商、重新运营。其实，除了新商业综合体竞争、电商冲击等问题外，高昂的物业费与服务不匹配也是导致万商广场没落的重要原因。这个大家都懂啊，一个广场它本来客流就慢慢在少，对吧？它在没落，它跟周边那个新兴的那些广场那肯定要差点事，然后你的运行成本还高，对吧？你的物业不作为，物业的服务也跟不上，那业主他受不了啊，他总是赔钱呢，所以他要换物业，就这么简单，对吧？物业收了物业费不干事，甚至还坏事，这样的物业走到哪儿都不受欢迎的。业主说啊，万商广场商铺租金由过去的每年最高30万降到了如今1万元，但物业费反而由12元每平米涨到了14元每平米。你看看，运营管理费用还在增长，收入在下降。这个业主打算成立业委会，并计划重新对商场进行改造，那钱从哪儿来呢？说支出资金来源可以业主众筹或重新聘请有实力的商业公司。万商广场已经营快30年，包括设备装修等，已经不符合现在市场需求。物业费过高，导致商户流失及商场破败。如今整个商场处于无经营状态。成立业委会后，业主将拿回自主权。就业主成立业委会一事，美经记者12月11日下午致电万商广场物业方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成立业委会是业主的权利，物业这边并不会去阻止。当记者追问物业管理费及物业管理相关问题时，该工作人员称，上述问题在电话里说不清，需见面沟通，随后便挂断了电话。你看看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汉正街的地标性建筑万商广场，如今落到这么一个下场，车前冷落门前冷落车马稀啊。当然了，对于最早买这个商铺的，恐怕他已经赚回去了，早就赚钱了。但是对新接手的人来说，有的人一听说这个商铺转让，马上跑去买，对这些人来说恐怕就惨了。这个商铺跟普通的住宅还不一样，商铺的持有成本还是挺高的，而且商铺有的时候它转让呢还不太方便，因为商铺它买的，当然根据每个商铺不一样啊，有的买的是一个大镇，然后里面是小镇，是吧？它并不像那个住宅一间一间的房子，一户一户的，所以这个到时候分割起来转让起来都非常麻烦。再加上这个商场开发商恐怕还持有一部分，物业还持有一部分，那他都是业主啊，那开业委会投票，那看谁比例大，那是按面积算的。如果众多小业主票数达不到要求，他没有办法，啥也解决不了，活活被拖死。一般的你说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商场客流量下降，商铺租不出去，租金下降，那么相对应的你的管理费也得下降，对吧？物业的开支也要下降，要不这些买了商铺的人，他一边面临租不出去，一边还给物业付管理费，高昂的管理费、水电费一大堆的那买了商铺的人肯定不愿意关于商铺的这种纠纷这不是一起这个贵阳白云区奥马步行街，它这个商铺也是一样的有很多人跑去买了这个商铺，准备靠出租挣钱，结果发现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商铺有问题，每年物业费还在涨。大家看视频眼前的这一块商铺就是鲁大姐等人购买的铺面，总面积为108平，由7个门店组成。当初房开商划分为60份来进行售卖，每一份1.8平米，由25个人共同购买。有的人花了12万买了一份，而其中包含了3万元的中介费，最高的花了72万元，中介费花了18万，而一块地的总销售价格为700多万元。这个门面是奥马公司2019年8月份卖给我们的，说的是包租，物管费是由包租期间都是由他们承担的。当时奥马公司承诺，大伙购买的商铺会办理产权，并由公司管理进行整体出租，每月会将租金给到业主。谁知道买了没几个月后，租金就没再给了，产权也一直没办下来。他们放开的时候是给我包租20年，然后以后打了两个季度的租金，最后都没收到租金。20几年办产权给我们，但是现在产权不办，租金也不给，租金只给到2020年的8月30号以前的租金给我们，8月30号以后租金基本没给我们。业主们告诉记者，出现这些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奥马步行街商铺的各种纠纷，而且负责人还涉嫌违法。2020年底，相关职能部门介入，将房开商的负责人带走调查。当时，职能部门召集了业主们进行协商，拟定了拖欠租金退还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退款合同，根据业主购买金额来确定退款年限和退款金额，明确由房开公司旗下的物业公司来继续对步行街进行管理。签了和
合同的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商铺，而商铺上方的顶部广告收益则由物业所有，业主或者承租方缴纳相关的物业费。可是，就在今年9月份，业主们被物业公司告知要缴纳一笔巨额的物业费，这让他们难以接受，因为业主拒交物业费，双方产生了纠纷。2024年的9月26号，物业呢就把我们的第二个门面和第6个门面给我们停电停水，然后以后现在我们派出几个代表去找他们全部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现在协商下来以后，我们物业都还要我们，意思就是说打9折下来，都还要1年要我们20多万。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和业主们来到了物业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曹先生。不过对方并不愿意面对镜头，他表示目前政府部门已经介入，相关情况需要找政府部门。随后，记者和业主们又来到了全湖街道办事处，找到了全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宋艳敏。宋书记告诉记者，奥马步行街这个问题，相关职能部门介入后，派遣了专门的人员对收租等资金事项进行监管，就是为了保证业主们能拿到自己被拖欠的租金和需要退还的房款。而大家提到的高额物业费这一块，物业公司声称属于市场行为，如果业主觉得不合理，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访问地块，比如说是像我们刚才这边也做 F 区、C 区1号地块，他们每一个地块的这种销售他们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放开承诺的这个租金免履行的话，建议业主的地方，你们根据你们的合同，然后依法的话该委托律师的提起相关的走司法途径。宋书记表示，他会将大家的意见和实际情况进行整理，再向白云区委区政府进行汇报，再做进一步处理。百姓关注记者报道。今天为什么聊商铺啊？商铺跟这个住宅还不一样，对吧？商铺更多的是投资行为，当然住宅也有投资的啊。在目前的这个大的经济背景下、环境下，投资商铺啊，那更得慎重。就不要说你这个小商铺，人家大型的这种综合体，你比如万达，就这个他都经营不下去啊。如果万达真的赚钱，王老板他不会现在对吧这么瘦成那样，到处甩卖万达资产去还债，而且卖还卖不掉，买家都是挑好的买。万达广场对吧？他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叫地标性建筑，或者是当地的一个区域的中心，就这样对吧？他都很难盈利，你就何况这种小业主共同持有的这些乱七八糟商场，年代久远，设备老化，外形也跟不上现代化气息，年轻人又不爱去，里面设计啊格局是上个世纪的格局，所以现在买商铺可以说啊，这风险是极大。即便你现在买的商铺，现在的商铺啊还可以有客流量能租出去，但是你能保证3年以后、5年以后还能租出去吗？很难保证。一方面是受电商影响啊，这个肯定是有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实体经济不行啊，你没有吸引力，那大家为什么往你那跑呢？有什么好溜达的呢？对吧？过去那商业业态啊，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节奏了，所以过去那种一铺养3代这种想法恐怕已经不现实了，你非得变，得适应潮流，现在变化都快啊。有人买商铺啊，他是自己用，他没事干，他要开个小饭店，他要干个啥，跟他媳妇俩一家人，这种例外。但问题是，那你这个商铺你自己不干了怎么办呢？很难转手，大街上到处都是关着门的商铺，租也租不出去，租不出去你还付物业费、管理费，所以说一铺毁3代啊。武汉万商广场的这些小业主还要自筹资金去装修，我认为这是夫人又折兵，到时候继续交高昂的物业费，完了你贷款或者借的钱或者筹集的资金扔到水里，对吧？那个万商广场不是你改一改就有客流的，不是你改一下啊，重新设计一下，内部重新装修一下，把电梯啊再换一换，就有客流，哪有那么容易啊？不仅收不到租金，还要帮你搭钱，对吧？不仅要付管理费，还要搭装修，对吧？重新设计施工，一施工最起码要半年8个月以上，到时候要验收，没个1年你开不了业。他说要转让给第三方，有实力的第三方来经营。刚才说了，连万达都经营不下去，哪还有什么有实力的第三方？最后再说一下啊，这个深圳这个豪宅啊爆燃事故。12月11日下午，深圳湾乐府2期一住宅发生爆燃事故。根据官方通报，截至11月18日，明火已扑灭，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根据官方通报啊，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但是啊，有媒体报道说，爆燃范围内有套房曾在今年多次被挂牌
法拍，但均流拍。阿里法拍网显示，博瑞花园一座、27C 房产在今年5月、7月、10月均进行了法拍，但是最终都因无人出价而流拍，起拍价也从最初的2024万元降至1619万元。根据上述法拍的执行裁定书，该套房源均因借款合同纠纷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查封。这个博瑞花园就是深圳湾乐府2期。这个网上本来就有人传言，这个爆燃的这一户啊，也长期没人住，燃气泄漏啊。但是这个具体什么原因咱不知道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深圳有大量的豪宅啊，都是炒房人炒的，现在被法院查封拍卖。即便啊，经过了火热的10月、11月，这房子依然卖不掉，这才是问题。媒体天天报道深圳的二手房成交了多少万套，对吧？新房都是翻了几倍，那为什么这个房子从2000多万降到1600万还卖不掉呢？无人问津，这不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吗？既然深圳楼市火热，不应该这样的房子卖不掉啊。另外一个啊，提醒一下大家啊，以后买房尽量不要买高层，有条件的买这个低一点的，因为对住宅来说啊，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火灾，什么地震啊，其他的灾害都小得多，相比较而言，火灾可能性最大。关键你保不齐哪一户会起火啊，你不知道啊，对吧？哪一户起火都有可能牵连到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这个高层住宅呢，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消防云梯啊，恐怕也就是达到100米，这样的云梯到100米，你想它救援时间肯定长，而且这样的云梯也贵，出动也不方便。你想打100米的装备，什么装备啊，对吧？这个耗时非常长。普通的云梯啊，能打50米的，大概高度就是17层。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消防云梯只要打得越高，它对周边环境就要求越严。你想展开，对吧？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城市建筑非常密啊，楼间距非常窄，施救的困难，所以尽量不要买高层。老旧小区的高层那就更别买了，安全第一，也就是尽量买楼层矮一点的。有人说担心进贼，那你就可以装防护栏，或者平常警惕一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